如果看过老师的节目呢，会发现老师做的东西呢又好吃又简单，然后食材呢超简单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对，真的很好吃哦。那老师今天带来的第一道料理是什么呢？那个洛神花蜜子排。台湾的料理界呢，都用洛神的这个蜜饯，是吧？对的，做成蜜饯，蜜成塔，对。所以今天老师用的就是这个。对。老师不理我，他先炸纸牌，油温上来了。好，先炸。通常那种新鲜的那种比较酸，不是比较酸而已，老师，好酸呐，真的很酸呐。对。所以那个不能直接来做今天的纸牌。对，没有办法。可是老师，你这个纸牌你做好之后你怎么处理？我觉得好像你有处理过哦。就是取那个猪的那个肋排，先2只为一个单位然后横切，这是两只骨头一个单位，对。然后你用什么去腌啊？那个鸡蛋，还有呢？盐巴，还有那个面粉、卡斯达粉。卡斯达粉哦。对。大概这样子抓要多久之后可以来炸？到15分钟就可以了。15分钟。对。通常我们在餐厅里面都是。鸡蛋是全蛋吗？全蛋。哦，卡斯达粉是不是会有点带黄色？对，有一点鸡蛋糕的味道。所以它很快就会上色，对不对？对。难怪你看老师才炸一下，马上就很漂亮的颜色哈。那我们这个纸牌要炸全熟吗？全熟。也要炸全熟。可是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哦，像这种纸牌啊，炸了之后啊，通常都不是变得很硬吗？为什么我们在餐厅吃，哇，就是外酥内软？这个部位，猪的部位很重要。是哦。对，这个取那个猪的腹部以上6只的单位，以上就不要了，太硬，骨头太硬。哦。这软骨居多啦。这个排骨买回来的时候先泡水。那怎么讲？就是说，通常我们在家里做排骨、炸排骨，炸到一半的时候，旁边会跑那个黑黑的。对。这是血水，那个是血水，那也不好看。对。我刚才想说，奇怪，因为有时候会从它的那个骨髓外面再跑血水出来。对，然后就有那种黑黑的，然后浮在上面。煮汤也是这样，不好看。所以老师你说，不管是排骨，尤其是排骨类啦哈，不管是煮汤还是炸，我们都要先泡水哦。对，先泡过。大概要泡多久？泡15分钟。15分钟。通常我们在餐厅都要用活水泡。就是活水的意思，就是说那个水龙头的水一直开着，一直流，然后让它流掉。哇，太惊讶了！原来哦，你知道吗，老师？我顶多洗一洗，为什么？我害怕把它的那个营养啊、什么甜分都洗掉。你们居然还给它泡水哦？因为要好看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已经熟透了，有没有再强酥？让它外围酥脆，然后好吸汁。OK， 再一次。所以这个小秘诀居然是把它泡15分钟，走水哦，就是一般讲的跑水。我觉得光这样好像就已经很好吃了呢。因为颜色这个都有味道了。对，好香哦。尤其是天气冷的话，这种油炸类的东西哦，真的很难不被诱惑哦。我们这边放那个梅子醋。这是梅子醋。浓缩梅子醋进来。这个是柴鱼酱油。柴鱼酱油。对。这个是味兰。就是所谓的味淋啊，迷令。好，老师在倒这些调味料之前的火是熄火的状态啊。然后那个洛神花进来，要煮开。可是像你们如果在餐厅工作的话，那这个洛神花的这个蜜饯啊，用的量很大，你们会不会自己来熬煮这个蜜饯？不会。不会。
反正台湾很方便，人家都已经帮你熬好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代工一半了，回来再加工一次，然后进来。哇，好吃哎，老师！我觉得感觉洋人也会很喜欢这道菜哈，酸酸甜甜的，对不对？很好下饭啊，很好下饭，对。这个汁要收干一点，收干，有一种蜜的感觉。是哦。好哇，熟了差不多了。流口水了，老师。酸酸甜甜的，不腻。老师，你自己在餐厅那么忙，回家你会做料理吗？会。真的哦，哇，真的是。我把家里的当白老鼠在养。啊，那你那个白老鼠一定白白胖胖的。那这样 OK 了。好了 ，OK。加一点那个爆米汤啊，爆米汤，对。好，这个也是台湾很有名的哈，就是那个像类似爆玉米花吧。如果在国外买不到这个爆小米的话呢，你就买个那个爆玉米花，摆在上面都行。薏仁花也不错，薏仁花也不错，对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道呢料理呢，应该是赶快去拍照呢，还是赶快用白饭来配料哦？OK， 我们先进一段这个广告呢，还有2道精彩的料理等您。